怎么还在看着他们呢？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跟别的女人相亲相爱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吧？我是过来人，我明白。我没能帮冷大哥解毒，但楚离墨一来，他体内的毒就彻底清除了。你无需这么自责，因为楚离墨只是懂点读心术而已。我一直以为冷大哥会治不好，我早已决定，如果他走了，我也以死相随。你想以死相随，我不拦你。但是，现在冷血体内的毒已经全部清除了，他很快就会醒来痊愈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你与冷血之间就多了一个楚离墨。其实，你我都非常清楚。等你那个意中人醒来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离开你的时候，到那时，你的滋味会比死都难受。难道我不应该带楚离墨来这里？你该带他来。等他把冷血的病治好之后，我们就该动手。动手？你如果下不了手，我替你了结他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我当时也和你一样，看到那对狗男女跪地向我求饶的时候，我不忍心杀他们。但是结果就是换来我今天这个样子，脸上伤痕累累，心上的伤口更加难愈合。如果我把他杀了，冷大哥会恨我一辈子的。他不会武功，杀他根本就是易如反掌。再说，这事儿无需让冷血知道。可是，他救了冷大哥，那又怎样？既然他救了冷大哥，我就应该信守我的诺言。你对他许过什么诺言？我说过，如果他救了冷大哥，我就会永远的离开，再也不会出现在冷大哥身边。好个侠女情怀！行了，你有你的决定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往后的日子，你会生不如死。哼！其实，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冷大哥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一直在我身边陪我。我说过，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了。我以为我们从此阴阳相隔，再也不会见面了。不会的，刀夫人说过，只要你醒了，就代表你痊愈了。而且你体内的狼毒已清，你再也不用受狼毒之苦了。
你就像是我的幸运之神。这已经是你第2次救我了。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。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冷血，你感觉伤怎么样了？多谢关心，我已经好了。多谢刀夫人相救。不谢。对了，瑶花呢？哦，她已经走了。走了？她临行之前，托我转交一封信。冷大哥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乱花谷。我一直以为留在你身边，陪你在乱花谷疗伤，可以让我们靠近一点。我尽了一切努力，对你不离不弃，希望总有一天会打动你。奈何，这只是一厢情愿。或许是苍天捉弄，宿命难违。你属于楚离墨，你永远属于他。这一回，我真的认命了。我一个人走，我绝不会拖泥带水。你心里不要觉得亏欠。当局者迷，用情深的人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无忧无悔，也无怨。没想到你好起来了，姬统领却走了。瑶花她就是性格倔强的人，她一旦决定要走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们应该一起回神和府的。都怪我。姬统领他心里有你，看到我在这里，心里肯定很难受。行了，当务之急，我们要赶快把他找回来。你们不用去找他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你们比我更了解姬瑶花，她对冷血1等1的痴情。你们3个人陷入这样的感情困局，怪就怪老天爷安排了这样一段孽缘。他既然选择留信离开，那自然有他的难言之隐。是我把他逼走的。前辈，冷血感谢您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冷血没齿难忘。你真的不用谢我。自从你们3个人进入了我的乱花谷，我看到你们对感情的付出，实在让我感动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其实一直不相信这世上还有痴男怨女，但你们3个人用你们的感情改变了我的看法。谢谢你们。刀夫人，我们就此别过，期待他日再相逢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便久留。我们江湖再见。前辈，保重。保重。于春通现在上任，当上六扇门的主事，正式接手了六扇门。于春通小人得知，他现在和安世港狼狈为奸，接下来一定会更加咄咄逼人。申侯府现在被封，助长六扇门独大。六扇门现在落在于春通手里，小人当道，恐怕京城很快会乱成一团。哎，怎么又是他？哎，客官啊，我找人。里边请。老林。
他们好像在交易什么。肯定是这个开银号的跟那个人在做生意吧。走。怎么样？成色怎么样？我那还多着呢。好，我都有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走！怎么样？他们被人杀死了。凭什么说我的钱是假的呀？明明是你掉了包。对呀，天地凭什么说我们的钱是假的？你们在我钱庄存钱，我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收的，怎么可能那么快掉包呢？你说你没有掉包，肯定有误会。我们存钱的时候是真的，你们要相信现在全部变成假的了。我没有动手脚。你怎么解释你？哎呀，钱不是我掉包的，你们要相信我。不好意思，麻烦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我向老天爷发誓，真的不是我干的呀！追命公子，追命公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们评评理啊！是啊，追命公子，明明我们几个人的钱都是真钱，可是钱庄老板硬说我们是假钱呀！啊，你看看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追命？你在这干什么？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，你管我做什么？可你走错路了。六扇门奉旨查案，识相的赶快闪开。你查你的案，
我存我的钱，各我相干。原来你也想插手查案呢？谁说我是来查案的？这是钱庄，我来存钱，行不行啊？襄王有令，神侯府捕快严禁在办案地点出现，违者抓进天牢。你是想进天牢呢，还是赶快闪开啊？别太嚣张了。大人，您看，这名大人在这存着钱，结果都变成假钱了。我在钱庄发现这些假币，可惜于春桐带着六扇门的人来了，不让我调查。这些假铜币肯定跟我们上次在这里发现的假铜币有关系。但那2个人已经死了，而且假币已经毁掉，怎么会突然又出现了呢？现在假币已经慢慢浮出，流入市面。我们之前担心的问题，终于出现了。我们先回去禀告师叔，看怎么办。在禀告师叔之前，我们先去找一些假币，交给师叔分析。好。这铜钱的纹路、币饰，都像是官家制造的，但铜质不均，分量不足，很明显，这是制币过程中出了问题。师叔之意是疑犯盗用真钱母做铸母，用假铜或次铜来融入铸母造钱。果然是假铜，这铜白不白、黄不黄，分量只有普通铜币的1半。难道说铸造司造假币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啊。唉，现在京城有很多的商铺都出现了这种假铜币，商人们诚惶诚恐，人心惶惶啊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京城内势必会大乱。京城大乱？商人和百姓收到这么多的假铜钱，一定会造成局势的动荡。为避免事情严重恶化，我们必须找出幕后黑手。可是现在神侯府已经被查封，我们不能查案。我们现在也无法传唤铸币司的官员来问话。明令我们不能查，我们可以暗中的调查。对，我们以铸币司为突破口，私下调查，看看有什么嫌疑人牵涉当中。现在除了铜币案之外，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冷血和黎墨。唉，楚黎墨之事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襄王凭借安世耿的一面之词，就将我们整个神侯府所有捕快禁足，不允许查案。黎墨是出逃秀女，万一被安世耿抓住，将她交给皇上，那岂不是？如果让安世耿抓到楚黎墨，他就有了把柄。一旦让皇上知道神侯府私藏秀女，那可是大罪。安世耿他为人阴险，他的目的恐怕不只是要对付我神侯府那么简单啊。师叔的意思是？朝廷之事诡异多变，神侯府和六扇门就好比朝廷中的左膀右臂。安世耿他就是想先卸掉我们这个左膀，然后好让于春桐去控制六扇门这个右臂。这样一来，整个京城就由他安世耿一个人控制了。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彻底铲除神侯府，目的是要把整个江山控制在他手中。襄王年老昏聩，根本不会注意到安世耿有不臣之心。为了阻止安世耿，我想你们兵分2路，除了要调查铜币案之外，我还要你们去找到冷血和李默，告诉他们暂时不要回到京城。我去找李默和冷血，让追命去吧。你就和铁手去追查铜币案的线索。我一定会找到他们，不让他们回京城。那我们去调查铜币案的线索，万事小心。是。这位姑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老板，给我一口上好的棺材。这棺材有男女之分，价格也不一样。请问仙者是男是女？是女。哦，是女啊。
这女的也有大中小号之分，仙人身材跟我一样。姑娘，你别问那么多，这棺材是给我自己准备的。姑娘，你年纪轻轻，活得好好的，买什么棺材呀？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死了之后，你们把我送到坟地就行了。我们给你发送。姑娘，你没有亲人了？你别管这么多了，我交钱你办事，价钱你定。那姑娘的名讳墓碑上怎么写？就写薄命人。将死之人，难道还用假银币骗你不成？姑娘，现在市面上这铜钱有一半是假的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说什么？这假铜钱已闹得满城风雨。你不是本地人？我刚回京城不久。难怪，有些小本生意的商人收了这假铜币，店铺破产，有的跳了护城河，有的人还跑了，闹得人心惶惶的。原来京城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。姚老板，今天姬大人举丧，去看看人家大户人家是怎么办丧事的。姬大人是哪个姬大人？就是祝比斯那个姬大人，京城只有他一个呀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事儿还没说完呢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爹，女儿不孝，女儿来迟了一步。老爷就你一个女儿，你总算赶回来送老爷一程了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说走就走，你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。你醒醒啊！女儿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小姐要是早回来2天，老爷不至于走上这一步。我爹是怎么死的？老爷是自缢身亡。我爹平日心胸开阔，怎么会自缢？唉，这事说来话长。京城最近出现了不少假币，捕快偏偏就来问老爷。我爹一生清廉，绝对是清白的。他们来了之后，就把老爷关在房间里问话。他们一走，过了不久，老爷就上吊了。捕快们还说，老爷是畏罪自杀。不可能！我爹怎么可能畏罪自杀？是啊，如果他们不来问，老爷不会寻死。爹，女儿不孝，爹遇到危险，女儿应该在家保护爹，应该陪着爹。爹。
时辰不可再耽搁，老爷要该关了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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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不要管我！小姐，小姐，节哀呀，小姐，节哀呀，小姐，小姐，节哀呀。 启禀王爷，姬瑶花已经到京城了。她一进京城，先到了棺材铺，然后又去了姬府灵堂。哦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他终于回来了，棺材铺、灵堂都是好地方。看来本王与他的缘分颇深啊。 你是谁？姑娘终于醒了，刚刚你晕倒了。晕倒？爹，逝者已矣，活着的人应该要节哀。再加上你的身体本来就不好。你怎么知道我爹已经死了？你到底是谁？实不相瞒。 本王就是安世耿。安世耿，你就是那个作恶多端、往日犯下种种恶行、申侯府的嫌疑犯安世耿。别跟我提申侯府，这满朝上下，你敢说哪个地方？ 是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的。你竟敢对申侯府出言不逊！你是府中之人，相信比我还要清楚。单说前监大人之死，我爹一向清廉，他绝对不是贪官。他尸骨未寒，你竟敢出言污蔑他！本王无心冒犯你爹。 但是有一点，姑娘一定要相信，本王是真心想帮助你，日月可见。所以，你每次都故意接近我？对，我是故意的。几次与姑娘相遇相交，得知姑娘跟安某一样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可是安某始终相信，真爱。 不在乎何时开始，何时结束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几次与姑娘相遇，都会让我想起往事。可能，这就是我跟姑娘之间的缘分吧。如果真的冒犯了姑娘， 还请姑娘多多原谅。正午，休息一下，吃点御膳房的糕点。怎么？ 你回到宫里去了？我去见皇上了，可是等了大半天，他都不愿意见我，真是气人。你去见皇上？你为什么要去见皇上？申侯府替朝廷办事，这么多年功勋累累，可如今已经被封了好几天。我想跟皇上去讨个说法。娇娘，安世耿下毒害你的事，我还在为你担心，你却在这个时候去找皇上讨说法。 难道你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吗？我和你还有皇兄，已经跟申侯府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申侯府有难，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？哎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
但是，就算皇上答应了你的请求，对申侯府网开一面，安世耿还是会想尽办法来对付我们申侯府。皇兄也料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也想了其他的办法。哦，诸王爷他想了什么办法？他跟朝中大臣去面见襄王，想请襄王重新审理秀女案。毕竟安世耿没有抓住人证。可谁知道，襄王他不答应。襄王他正在气头上，怎么会答应呢？况且他现在身为监国，说出去的话，又怎能轻易收回呢？可现在的情况是，人为刀俎，你为鱼肉，你完全处于被动之中啊。我们呢，先不用着急，眼下只要做到一个字就行了。铁手哥哥，我们到这儿来到底要干嘛？既然要调查钱币，那就要从源头开始。可是里面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往。既然你怀疑的话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好了。他们在搬的应该是铜币吧？没错，里面就是铜币。那他们要运去哪儿？工部，朝廷每年都会把大量铜钱发放市场，用于流通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大家都累了吧？咱们先喝口水，然后咱们再上路啊！谁？站住！一，快走！你还在练斗舍阎罗掌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会慢慢把毒戒掉的吗？为什么今天毒掌的威力比之前更厉害？你根本就没在戒毒。我是逼不得已的。一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毒掌你练了多久？有一段时间了。林依依，你现在是神侯府的人，就不要学下毒那些下三滥的东西。下毒只会害人害己。我劝了你多少次，
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刚才你打伤的那个人是禁军，他那里一般都会有解药，或许还可以治好。要是换做其他人呢？你要是继续再这样下去，申侯府就不能再留你了。好，我把你的话当耳旁风。我就是个独女，我就是个累赘，那我走行了吧？依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这种错误，你真的已经犯了很多次了。你记不记得，我问过你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说了谎，做错了事情，你会不会原谅他？你说你会。那我现在不奢求你原谅我，我一直想要改变自己，想离你近一点，但是我发现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强求的。依依，你不要过来！你再过来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依依，我知道下毒不是你的本意，我不是有意要赶你走的，你不要走。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走，不要找我。依依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啊！谁是你小师妹啊？这世上还有谁像你那么细皮嫩肉、伶牙俐齿啊？想走？我们之间的恩怨还没有了结。恩怨？我跟你有什么恩怨啊？你勾结4大名捕，害得我五毒灵教被剿灭，师傅他老人家也被你害死了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恩怨。师傅他对你那么苛刻，我想他死了之后，你应该放爆竹庆祝才对啊。你说的一点也没错。这就是你对我的恩情。要是没有小师妹的话，我也做不了新教主啊。新教主？师父死后，我就重新建立了五毒灵教，教主当然是我。我心里呢，一直念着小师妹对我的这份恩情，所以想接小师妹回教里去住几天。真的不用麻烦你了，你的新教刚刚成立，多一个人就多张嘴，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放开我！你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吗？我叫你去是因为我发现了一门绝好的武功，很适合你。五毒灵教害人不浅，我才不要练呢！你练了这门武功之后，就可以称霸武林。这么好的武功，你干嘛自己不学啊？这一点都不是你做事的风格。这门武功只有有根基的女人才能练，所以我就想到了小师妹你啊。如果你练成了毒魔仙子，以后就可以替我做事，肯定会战无不胜的。我才不会做你的傀儡。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铁手啊？这跟你没有关系吧？你看你这只毒手，铁手是不会喜欢你的。这个也跟你没关系。我们旁门左道和朝廷捕快永远都是死对头，毒魔仙子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走。怎么，想走？你知道你的身体病得有多严重吗？我不想连累任何人。你就没有想过后路？冷血和楚离墨成双成对，你爹已去世了，你孤身一人，你一无所有。我现在不想想任何事情。我爹已经不在了，我只想给他好好守孝。就算要守孝，也需要一个好的身体。将死之人已没有明天。我知道你已准备了后事，不过，你是否愿意活下去，就得靠你自己。你府上只剩下你一个人，我安王府也剩我一个人。等你的身子好了，
两个孤孤单单的人就可以凑在一块儿了。我恐怕没有这个好命，多少神医都治不好我的病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你把这个茶给喝了，它可以让你的身体痊愈。这是什么茶？这是我研制的秘方。